波士頓諮詢公司尋日公布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香港舊年嘅跨境財富管理規模達2.95萬億美元，以大約100億嘅優勢壓過瑞士，首次成為全球最大型嘅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並有望喺未來5年保持領先優勢。瑞銀早前預計，最快要到2027年，香港先有望成為全球財富管理樞紐世一。波士頓諮詢公司尋日為香港帶嚟喜訊，令香港提前2年達成目標。特區政府形容係充分肯定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嘅地位。波士頓諮詢公司報告預計喺2025至2030年間，香港嘅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將每年平均增長約9%，增幅較瑞士嘅6%為快，意味住香港好大機會會維持全球第一嘅地位。